呢個係右手有條繩嘅。準備動作，音樂開始嗰陣時咧，雙手擘開舉高，聽到第一下鼓聲就雙手放落去，都係咁樣轉個圈，然後右左，跟住舉返高，雙手右左7次，雙手右左，第4次，雙手右左，第5次右左，第6次右左，第7次就冇啦，冇右左啦。跟住準備，好，有繩嘅右手，第2段音樂，右左右邊邊邊，右左右邊邊邊，我哋做10次，第10次就要停。開始，右左右，1、2、3、4、好，去到闖將令音樂起啦，就有3次嘅擂鼓。咁聽到音樂起，跟住就起3次，跟住再嚟多3次擂鼓。跟住開始有啲節奏嘅嘢啦。咁我哋第一式就學劍擊，呢個右手劍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深深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做4次，3、4、5、6、7。第4次，跟住轉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轉第二邊，跟住等個音樂有一下大聲就停啦。